準新郎醉死。唉，頭先送院咪好咯。聽到呢句，阿芳女友心都寒埋。邊人會睇住自己親人、自己中意嘅人過身嘅嘛？冇可能噶嘛！佢同拍拖4年嘅阿芳，連體拉埋天窗。收工即刻翻屋企，已經係走咗。阿芳同班 friend 去澳門家姐公司嘅春茗，懟完威士忌，再去夜總會，唔夠半粒鐘就冧咗。班 friend 送佢翻同居女友度，女友見佢又失禁又唞唔到氣，就叫白車啦。飲醉酒好正常嘅，喺屋企瞓下啦。救護人員走嗰時都係大約12點零，我都觀察到佢2點半，我見到佢都仲係繼續瞓緊覺，扯晒鼻鼾，平時咁瞓覺，我先放心咯。女友7個鐘之後放工翻到嚟，同一班救護嚟到。唉，頭先送院咪好咯。手腳冰冷嘅阿芳送到鏡湖腸道之後死亡，驗屍報告話佢死於酒精中毒。金錢索償呢啲我暫時未諗過，我但係好希望佢哋俾翻個交代我，點解啲醫護人員質素會咁差？不過澳門消防局就話，當日凌晨係家屬主動提出唔去醫院，會徹查事件。